情感專家久必激情，親密還是承諾最重要？大家好，我係李博士 Dr. Jason Lee， 臨床心理學家兼臨床腦神經心理學家。你覺得愛裏哪個部分最重要？激情、親密還是承諾？我覺得喺愛嘅元素入面，親密係最重要嘅。雖然激情、親密同承諾喺愛情中都好關鍵，但親密係愛情嘅核心。佢會令人覺得被明白、被接受，仲可以建立一份好深厚嘅感情聯繫。點解係親密？激情呢個元素會帶來興奮同吸引力，通常係愛情嘅開始。佢會令人心跳加速，感受到好強烈嘅熱情同衝動。但係激情多數會隨時間慢慢減弱，單靠佢係撐唔住一段長遠嘅關係。承諾呢樣嘢俾到穩定同責任感，係愛情可以持久嘅支柱。不過如果冇感情基礎去支持，承諾可能會變得空洞，好似只係做責任感，而唔係真心想同對方一齊。親密就唔同啦，佢係愛情嘅靈魂。有了親密，你會覺得被愛、被需要，愛情因而有咗深度同意義。無論愛情走到咩階段，親密都能夠維繫同知人關係，俾雙方感受到真摯嘅聯繫。親密有咩獨特價值？如果冇親密，激情可能淨係停留喺表面，承諾都可能變得冷冰冰。親密會俾雙方坦誠相對，互相扶持，喺彼此陪伴中揾到安全感同歸屬感。呢啲係愛情最基本嘅需要，其他元素都代替唔到。總結，雖然激情同承諾都好重要，但親密嘅持久性同感情深度令佢成為愛嘅元素中最核心嘅部分。佢唔單止係愛情嘅基礎，仲係令愛情可以成長同延續嘅關鍵。所以我覺得親密係最重要嘅。